第三部分，我和我的祖國。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嘅歷史長河裏邊，對祖國嘅熱愛，如同一條延綿不絕嘅血脈，流淌喺每一個華夏兒女嘅心中。呢三首歌曲有三種嘅表達，卻共同訴說住一個主題，就係我和我的祖國之間嗰份血濃於水、魂牽夢繞嘅心情。從我的中國心裏面嘅海外遊子對祖國母親嘅深切懷念、思念，到我愛你中國裏面對祖國嘅大好山河嘅禮讚。從我和我的祖國中個人與祖國不可分割嘅緊密聯繫，呢啲歌曲連接着唔同嘅時代、唔同嘅年齡、唔同嘅地域、唔同嘅身份嘅中國人嘅共同嘅情感。呢啲歌曲都能夠喚起我哋人民心目中最柔軟、最真摯嘅愛國情感。
第4個主題叫做感受中華美麗祖國。咁裏邊咧包含咗4首嘅曲目，第一首《我的祖國》，第二首在那遙遠的地方，第三首瑤族舞曲，第四首歌唱祖國。喺中華大地呢個廣闊嘅疆域上邊，50個民族共同編織住一個感受中華嘅壯美畫卷。今晚我哋通過4首跨越時空嘅經典旋律，一齊感受呢一片土地上面各族兒女對美麗家園嘅深情禮讚。
你做咩有個星星人㗎？
由澳門管樂團主辦，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發展基金資助嘅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嘅音樂會，到呢一度就差唔多去到尾聲啦。咁我哋今晚喺呢啲熟悉嘅旋律裏邊，一齊重溫咗嗰段烽火連天嘅歲月，感受咗音樂喺民族力量鬥爭裏邊嘅獨特力量。最後，我哋樂團為大家演奏一首近排比較熟悉嘅一首叫做《鋼鐵洪流進行曲》，係讚頌我哋人民解放軍嘅。多謝各位。由文化基金贊助嘅音樂會到現在結束，多謝各位遺留。